桃园的航空城是台湾史上上大的土地征收案嘛有未解的争议。自救会伫顶个月中有去行政院抗议，今仔早起伊嘛阁去桃园市政府抗议。大社会海外家园唔通坐老户子孙，报办桃园航空城开发案，爱拆迁户派设中间家园。23上报行政院了后，我签名的居民31告到市府头前，抗议桃园市政府为地文参考张善政违法失职，无依法调整评点，甲安置主体部分航空城的售价是全台上悬。我根本没有钱，你叫我怎么盖啊？还限期叫我盖完，不盖完还不给我重建基金，这什么政府啊？勘定内度，安尼来3、4、5台才有一间事发大，这摆要甲咱拆，钱无够起袂起来，依法互咱起到够，起好咱才来搬，安尼才有公道啦。针对航空城拆迁户诉求，桃园市长张善政也亲自出面，做出5点约束，除了评点调整，建物拆迁加住宅补偿费加20%，最后搬迁补偿加15%，安置主体降价，增加安置家庭自起补贴，贷款协调金融单位无设限年纪。这2年物价都上涨很多，所以我们会把我们建物的拆迁补偿费调高20%，同时我们的自拆奖励金也会调高2成。他不接我陈情书，我们得不到答案。下一次我们就机场见，我会公开的向政府挑战，我们征收要捍卫我们的权利，我们要建回一个家。针对市场约束，议员杨永豪不满，讲到若以物价指数成长来看，112年征收物价评点应该是16块8角，临时公告14块7角，主流评点调整应该有法官依据，毋是乌白画价，也要求落实先起后刷，以起建年评点为价值补差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